未開始做嘢就唱通街，同同事講，我準備劈炮唔撈啦，又或者發個朋友圈發誓啦，我今年一定要減肥啊，減20斤啊，我聽日開始6點鐘起身啊。點知最後所有嘅決心同埋宣言，最後都係做唔成，兼且仲會搞到自己壓力好大。心理學咧有一個叫做滿足效應嘅研究發現咧，即係如果你提前公開自己嘅目標嘅話，你就一定會減低你嘅行動力。所以當我哋得到人哋對我哋嘅計劃嘅認同嗰陣時，跟住個腦咧就會 V 嗡嗡 V 嗡嗡 V 嗡嗡產生咗啲假成就感，反而係削弱咗我哋嘅執行力嘅。嗱，早排咧我見到個 friend 咧，佢就話之前考公嗰陣咧，日日喺朋友圈咧就曬自己嘅溫書相，誰不知咧屋企人咧就問佢：哇，你今日溫書溫成點啊？你對自己有冇信心啊？跟住佢自己嗰班 friend 同埋同事咧，仲要話佢：哎呀，見到你咁努力，你就算考唔到都冇乜所謂。嗱，你聽到啦，考唔到都冇乜所謂，即係已經將佢考公嘅呢個結果幫佢定咗性。所以啦，你話佢嘅壓力大唔大？咁後尾咧，我 friend 咧索性咧收埋咗自己，先至發現，咦，原來自己沉浸喺自己嘅世界當中，將所有好同埋唔好嘅聲音都屏蔽，自我關注，先至發現人咧真係唔需要咁多嘅觀眾嘅，為自己搏命就 OK 嘅。其實呢種壓力咧，主要係嚟自於2個方面啦。第一係驚俾人話佢係做 show 尷尬，就好似公開處刑咁樣。譬如話你公開話自己一定要減肥，跟住咧你同同事去食飯，你夾多嚿叉燒啊，你都覺得周身唔聚財啦，係咪？第二，自我承諾逼出嚟嘅焦慮感。打個比方，嗰啲成日話要辭職創業嘅人，一旦聽到親戚就話而家份工幾穩定啦，經濟唔好啊，嗰陣時佢就會心大心細，最後個人係咪焦慮咗好多咧？所以話如果你想要做成某一件事嘅話，你一定要靜靜雞，講得多未必係件好事。悶聲發大財，好似啲竹筍咁樣嚇，喺個地底靜靜雞咁樣儲足晒啲養分，有朝一日破土而出。成功呢家嘢咧，往往就係冇人會留意角落發生嘅嘢嘅，等到開花結果嗰日，時間自然會幫你證明。